牢牢掌控，佢步步為營，將最受寵愛嘅梁安琪逼入絕境，最終喺豪門鬥爭中斬盡殺絕，聯手三房架空父親，斷絕李嘉欣嘅豪門夢。佢嘅手段冷酷而精準，何超瓊嘅復仇冇鋒芒畢露，只有步步致命。呢一切毒辣手腕嘅背後，究竟係權力嘅渴望，定係嗰段被命運無情撕碎嘅往事？揭開何超瓊點樣用20年佈局，將父親、前夫同梁安琪一一推向深淵。點解貴為賭王千金嘅何超瓊，竟然喺歌手陳百強嘅葬禮上喊到唔可以自己？當日佢唔單止難過到一度昏厥，甚至仲唔理人妻身份，堅持為陳百強扶靈，儼然一副未亡人嘅架勢。要知道呢個喺香港豪門可謂係大忌，而佢之所以第一次唔顧世俗，仲係因為同陳百強嘅虐戀情深。1981年留學歸來嘅何超瓊簽約 TVB， 同音樂才子陳百強因戲結緣，兩人一個係豪門千金，一個係娛圈頂流。睇落小說照進現實，實質身份天差地別。一出世就擁有潑天富貴嘅何超瓊，自出生以嚟就被嚴格要求，甚至3歲後就被要求唔可以講唔識唔會，只為喺母親嘅爭寵大業上奉獻一己之力。中意上陳百強係佢難得嘅伴役，同佢一齊嗰陣，何超瓊似乎做返無憂無慮嘅小女孩。兩人一齊同朋友聚會，攜手去睇演出，只要有咩超瓊出現嘅場合，3米之內一定有陳百強嘅身影。一向獨來獨往嘅陳百強，汽車嘅副駕駛終於都出現女主人，就連苛刻嘅港媒都用金童玉女嚟形容兩人。陳百強為表達戚熱愛意，更係直接當住鏡頭稱呼何超瓊為紅顏知己。為紀念呢段刻骨銘心嘅愛情，陳百強點解超瓊寫下專屬情歌《深愛住你》？呢個亦係佢人生第一次出演 MV 女主。陳百強生日當日，何超瓊穩坐宴會女主人位置嘅舉動，無疑係官宣兩人戀情。但因為無意中影咗張相，何超瓊即將斷送一生所愛。當日走過3層，陳百強借住酒盡同佢親密而會，邊個料到呢一幕被記者拍個正着，投放到香港各個雜誌，俾大家一覽無餘。賭王睇到之後勃然大怒，因為何超瓊唔單止係佢指定嘅接班人，更係家族企業嘅工具人。何鴻燊早就為佢安排好聯姻對象，就算陳百強同樣係富二代出身，都依然入唔到佢嘅法眼。於是賭王掄起棒子，3下5除2就將呢對苦命鴛鴦徹底打散。喺父親嘅介入下，何超瓊喺1991年帶住10億嫁妝，滿臉哀容嫁俾冇愛情只有利益嘅船王之子許晉亨，貢獻一場強強聯合嘅豪門大戲。